真，他很真，但至少我感受他对我觉得一直都是很真切的，这点是我很喜欢他。我在精神世界上面就是有我的情感缺陷的一个人，真正的精神世界真的还是他照顾的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我跟他之间是互相欣赏的，也是真正的互相欣赏的。包括他对于一个世间事物的看法，对于专业的理解，包括对于一切发生事件的处理，我是非常非常欣赏的。我们就是只要在舞台上，那就是一辈子啦。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，不只是简单呼吸。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，若没交心，怎么我跟他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俩是很有默契的。如果说我要用几个词语去形容他，我经常说我要用动物去形容他。小白兔，大灰狼，大灰狼，还有小狐狸。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洞悉你的不坚定，配合我们都有各自的这个交友的圈子吧。死去中，你们都在怪君君，不怪他，不能怪他。背着我聪明。看这是谁呀？陈老师。我是你的唯一，我是我的唯一，我是你的唯一，我是我的唯一，我是你的唯一，我是我的唯一，我是你的唯一，我是不是？我是不是？我是我的唯一。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，不只是如影随形，如影随形。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。闭上眼睛，给我3秒，你说到，快闭上眼睛，我数1、2、3啊。用心看清，我真的爱你，没人能比你，眼神没肯定，总是在但是我真的，关键当我体时刻现出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哭，怎么办，李晓？你的不坚定，配合我颠沛流离，思绪中清晰，明白你背着我聪明，爱伴之无益，是因为人多多拥挤，你不想证明，证明我是你唯一，证明我是你唯一。冰消是君君和云霄。觉得你要多爱护一下你自己的身体。李晓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福气在后面。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，你值得拥有一切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